继续正大消息，来看新就任的劳动部长洪新汉，今仔日第一届到立法院接受到备询，当时针对着8分数的霸凌案来做专案报告。洪新汉讲，因为原本的检讨报告无够周至，已经重新来调查，后礼拜会向外界来报告。另外，这个劳动部嘛方质疑乱用就业安定基金。洪新汉讲，检调已经介入调查，会全力来配合。只有部分吗？8000万算是部分项目吗？是有部分的项目在支用的合一上面，你认为现在所列出来这些项目，通通由救安基金来使用，合理吗？面对立委提问，新任劳动部长洪新汉想要讲一句话，拢真困难。伊转换身份，头一届接受备询，不过全台关注的霸凌案调查结果也未出来，就搁互指控救安基金互人滥用。没有编列在计划里面的预算也可以使用，救安基金是这样子用的吗？现在检调确实已经在侦办跟调阅中，本部会全力配合检调的调查。所以我要求你应该要限期就要提出你的监督机制，1个月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可以哈。好。洪新汉坦言，部分的项目确实无合理，若是查证属实，绝对袂违法。看立委提出资料，质疑前劳动部长柯明春摕救安基金368万7千块办演唱会，项目包括翕影片、做影片，就连翠暗拢包括在内。还有会议室甲餐厅外场的整修共款有议路，而且金额拢超过2000万。国民党团今日在保就召开记者会批评，洪新汉上任干那1礼拜，报来争议也是不断。我有跟副爽说了，所谓这些5S 什么竞赛、考评等等等的，即刻就废止。26号，洪新汉到8分数视察，当时就讲会提供个人的专线甲批筒，到今已经收到真侪投诉。另外，伊嘛指出原本的调查报告无够完整，已经重启调查。我们目前是预计这个中医调查的报告会是在下周来公布出来。在这一次的重启调查报告里面，调查小组的召集人就会是我，所以我会对这份报告负责。劳动部霸凌案继续在烧，防治霸凌的事件，洪新汉要如何接招？各界拢目睭闭紧，看条条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